做咩運動嚟鍛鍊身體啊？我打太極咯。你知唔知打太極啊？呱，識唔識啊？太會。不過我聽講打太極可以鍛鍊身體，仲能俾人心情平靜。以後我都想試下睇。好啊！以後你又學我咁打太極啊！唔得，我係女孩子，唔適合打太極啦。我仲係更鍾意跳舞，好似芭蕾舞、拉丁舞嗰種，着住漂亮嘅裙子旋轉跳躍，好睇啦。婆婆唔識得打係唔識得跳。